来自东突厥三嘎什的阿兹兹纳希尔和阿米娜阿布杜巴克夫妇因将儿子送往埃及学习而被判处8年和5年徒刑。目前居住在土耳其的阿布杜哈利克阿泽则说，他的父母最初被拘留在中国的集中营中，后来被监禁。他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他的父亲曾是喀什国家公园的司机，父母没读过多少书，所以他们让他在埃及留学，希望他成为有用的人。他说，直到2016年年底，情况一直很正常，但此后他与父母失去了联系。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通过电话采访证实，他的父亲阿泽泽纳希尔已被判处8年徒刑，目前正在巴楚监狱服刑，而母亲阿米娜女士已被判处5年徒刑。阿布杜哈利克说，他的父母没有做任何错误的事情，只是送他去埃及学习并向国外转钱，这在中国可能被视为犯罪。美国密苏里州向中国政府提出诉讼，称中国政府的作为导致该州蒙受巨大经济损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22日表示，这种所谓的控告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十分荒谬。密苏里州总监察长共和党人艾瑞克·史密特称，中国在阻止病毒传播方面应对不力，导致密苏里州居民承受了可能数百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他认为，中国政府对全球谎报了武汉病毒的危险性和传染性，让吹哨人晋升，对病毒的传播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我们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日本对中国海警船只在东海争议群岛的巡航作出回应。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外交大臣茂木敏充在新闻发布会上批评了中国在地区的巡逻。茂木敏充在电话会晤中向中国同仁王毅传达了担忧。茂木敏充表示，我们谴责在地区可能会使局势紧张的一切活动。日本外交大臣还强调，他在会谈中向同仁传达了日本关于中国对南海争议岛主权声索的观点。据悉，双方还讨论了中日间就武汉病毒进行透明的信息交流、医疗物资的供应等课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表示，如果伊朗炮艇距离美国海军船舰太近，美国将把伊朗炮艇击沉。特朗普发文指，已经向美国海军发出指示，摧毁所有在海上骚扰美方船只的伊朗舰艇。美国海军4月15日说，美军6艘舰艇在波斯湾国际水域联合训练期间，11艘伊朗革命卫队海军船只做出危险和挑衅行为，屡次近距离接近美方船只。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西回应，美国应集中精力拯救军队，避免遭武汉病毒肺炎疫情影响。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22日在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上呼吁美国重新考虑暂停向该组织提供资金的决定，并希望美方继续支持世卫组织的工作。谭德塞又称，世卫很感激美国是其最大金主，希望美国可以重新考虑继续资助世界卫生组织，强调这不只是帮助他人，皆可令美国安全。至于被问到是否会辞职，他表示自己专注于拯救生命和对抗这场疫情，没有多余精力回应这些问题。美国联邦参议员玛莎·麦克萨利呼吁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塞辞职下台，他认为其协助中国掩盖武汉病毒的数据。